事故一句无关系，唔是真是无要紧，这是双方对这句话有误解，煞变做是着发生代志了后做伊走。台中道民众塞车来到卖早顿的店要来买早顿，要离开的时，目睭煞无注意去弄到边仔这只奥多摆，塞车的人赶紧落车，甲骑奥多摆的人回较赔，讲一句失礼。这个骑奥多摆的人嘛讲无要紧，塞车的人就掠准讲无伊的代志，准拄线要做伊走，无想到几落点钟后，接到弄到人做伊走的通知单，原来是骑奥多摆人讲无要紧，是讲伊人无代志，奥多摆也是爱赔。双方一个讲天，一个讲地，使自家用这人煞变做肇事做伊走，有刑事责任。银色的轿车停伫早餐店的门口，驾驶马库要准备离开的时，一个无张持煞去弄到后壁的奥多摆。驾驶紧落车，甲奥多摆甲牵起来，佮紧甲骑士回失礼，确定讲无代志啊。驾驶甲佮上车，直接驶车走去啊。想袂到过无几点钟，煞去接到这个肇事逃走的通知。机车骑士是表示说对方有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，所谓的没关系哈，只是一个礼貌性的回应哈，并非说不要这件事情由警方处理。奥多摆坦平生有去考着，若这个轿车的车尾嘛有落擦。代志就发生伫去年的12月19早起9点外，东区大智路的这个早餐店门口，驾驶咧捌去的时阵去弄着奥多摆，伊讲一声失礼，这个骑士嘛甲回讲无要紧，驾驶叫是讲安尼无代志，活一个就驶车做伊走。奥多摆的主人硬一个，就随来报警。原来这个奥多摆的主人讲无要紧，是讲伊人无要紧，毋是同意讲伊会当离开。奥多摆有损害嘛是爱甲赔，这个双方的认知有差，才来造成这场误会。很无奈啊，就是一开始就是要直接报警啊，就觉得很衰啊，一个年轻人，然后我又不忍心，然后就想说好放过他，但是后来变成他反咬我。造逃什么之类的，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倒霉。民众听了感觉讲这实在有够衰，嘛有人拄到这款的经验。所拜这个警方嘛提醒讲，无论案件有偌细，要是爱来报警备案，安尼才会当来预防万一，保护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